台语文刊榜来看台语有声册的囡仔故奇幻真台湾，佮推出第2集。作者即马有经3篇地方的传说，带大人囡仔就会了解妈祖新炸弹救砖头的传奇故事。金小姐啊，你敢有听到什么怪声？用妈祖神秘军炸弹救尊门的传奇故事来讲出拜妈祖的习俗。台文有声册《奇幻真台湾》即届新出第2集，用3篇传统的民俗传说，带囡仔讲台语。过去这个传奇的故事吼，我会用另外一个角度，用历史的角度，用细汉这个记忆吼，儿时记忆的角度来做一个结合。我也希望讲，当囡仔当加了解台湾过去的发生的一寡历史的一寡代志啊。过去读历史的张世和讲，台湾的民俗故事实在是讲袂了。即届除了妈祖生炸弹讲妈祖的祖碑，佮特别选因妈妈后头厝台南起树仔200当前的古迹来小解由来，嘛带出生命关怀，佮有妖怪魔神要找命的故事，用古锥的图样带大人囡仔做回转到古早的传说。一个妈妈就讲因小朋友看，我来甲伊故事拢背起来。即马伊内底有一个魔神仔故事嘛，就讲这魔神仔故事还袂煞呢，是毋是有第3集？所以反应是袂歹啦，大家囡仔拢听了真心实。菜头，你的名好做菜头。《奇幻真台湾》第2集经过2个月的募资，伫去年12月来出版。作者表示，伊甲藏伫头壳内底的记忆摕来发挥，大家做伙来听爱的囡仔歌，慢慢学台语。记者伫文丹保罗家人报道。